我哋都知道有理數要定義並唔困難，整數可以一個個數出嚟，皮亞諾公理就係咁樣做嘅。一般嘅有理數就係兩個整數相除，分母唔係零就可以定義為兩個整數嘅聚偶，再加上等價關係。而有理數嘅加減乘除亦好容易定義。然而你知道無理數係點樣定義嘅呢？小學就教過啦。有理數係整數、有限小數同無限循環小數，無理數就係無限非循環小數。呢個確實係無理數嘅性質，但作為定義係唔理想嘅。點解唔理想呢？因為呢度引入咗十進制嘅表示。你知道有啲數十進制有兩個寫法，就好似一亦可以表示成0.9999循環咁樣呢？冇錯。另外就係十進制嘅十係隨意嘅，歷史上人類使用十進制係因為人類有10隻手指，電腦就使用二進制。十進制嘅非循環小數寫成二進制一定係非循環小數。還有三進制、七進制、23進制又會點樣呢？咁樣睇嚟好似幾麻煩嘅。除此之外，定義無理數唔止定義一個數，亦包括定義無理數嘅加減乘除運算。兩個無限非循環小數加減乘除，要定義亦好麻煩。咁我哋定義為凡唔係有理數嘅實數都係無理數呢？你呢個係將問題轉移到實數嘅定義，其實並冇解決問題。咁應該點樣定義無理數先至好呢？我哋可以借用有理數嚟定義無理數，但唔係簡單嘅否定，而係將無理數用有理數構造出嚟。不過無理數同有理數相差咁多，要點樣用有理數定義無理數啊？以下我哋就會介紹戴德金嘅定義無理數方法。首先，實數係有幾何直觀，量度直線長度就用咗有理數。於是我哋有數軸嘅概念，將實數直觀地對應到數軸上嘅點。首先我哋嚟構造數軸，喺一條水平直線上選擇一點作為0，再喺0嘅右邊取一點作為1，用0至1嘅一段線段定出所有整數嘅位置，將0至1嘅呢段線段分成兩等份，定出所有1/2乘以整數嘅位置，再將0至1嘅呢段線段分成三等份，定出所有1/3乘以整數嘅位置。如此類推，我哋就可以定出任意有理數嘅位置。咁樣喺數軸上逐漸加入整數1/2乘以整數、1/3乘以整數等等，代表有理數嘅點就會喺數軸上越嚟越密集，到最後所有有理數嘅點稠密分布喺數軸上。乜嘢係稠密？亦即係話喺數軸上任意取一個開區間，都會揾到有理數喺開區間嘅裏面。我哋點樣知道有理數嘅點係稠密嘅？問得好，咁就要講到線段嘅亞基米德性質公理啦。先選擇數軸任意一條線段，只要揾到一個整數 n， 使得0至 n⁻1嘅線段比呢條線段短，就可以知道以 n⁻1嘅線段為單位，喺數軸上畫點時，一定有一個點落入呢條線段之中。如果將以上兩條線段都乘以 n 倍，n 條 n⁻1嘅線段相連，就係0到1嘅線段。問題就變成是否有一個整數 n， 使得 n 條線段相連，比0到1嘅線段長。而呢個正正就係亞基米德性質公理嘅內容。亞基米德性質公理係平面幾何嘅一個公理，佢係講對於兩條線段一定存在一個整數 n，使得 n 條較短嘅線段相連起嚟，會比較長嘅線段更長。我哋上次講歐幾里得5條公理裏面冇呢條公理啊。嗰個係因為古希臘嘅幾何係公理同尺規作圖結合，喺尺規作圖裏面隱含咗一啲公理。19世紀大數學家希爾伯特嘗試寫出一套完整嘅平面幾何公理，其中包括亞基米德性質公理。雖然亞基米德公理睇起嚟平平無奇，其實有啲時候呢條公理係唔成立嘅。例如我哋考慮實數上嘅有理函數，亦即係兩個多項式嘅相除。如果定義有理函數上嘅大小次序為 f 大於 g， 當對於足夠大嘅 x，f x
減 g x 都係大於0。咁讓我哋取 f(x) 等於1 g(x) 等於 x 分之一。無論有幾多個 g(x) 相加都唔會大於 f(x)， 因此有理函數嘅大小次序就唔滿足亞基米德性質公理啦。明白啦，所以就係數軸上嘅線段滿足亞基米德性質公理啦。咁戴德金分割又點樣定義？戴德金分割係對於數軸上任意一點，將有理數集分成兩部分，一部分係喺呢一點嘅左邊嘅有理數點，另一部分係喺呢一點上或者喺其右邊嘅有理數點。呢兩部分稱為呢個點嘅左集合同右集合，咁樣每一點都對應有理數集嘅一個分割。對任何唔同嘅點都會有唔同嘅分割？冇錯，因為有理數點喺數軸上稠密，任意兩個點之間都會有理數點，意味着對於右邊嘅點，呢啲有理數點會喺佢嘅左集合，而對於左邊嘅點，呢啲點就喺佢嘅右集合。所以數軸上唔同嘅點嘅戴德金分割都唔同。呢個定義嘅巧妙係整個定義可以脫離數軸嘅幾何直觀，形式上嚴格寫落嚟嘅。有理數集嘅一個戴德金分割係指將有理數集分為兩個非空集合比同比。集合比係集合比嘅補集，集合比嘅任何一個元素都比集合比嘅任何一個元素少，並且集合比係冇最大元素嘅，亦即係話對集合比中嘅任何一個有理數，集合比中都有另一個有理數比佢大。如果 B 有一個有理數為最小元素，咁呢個分割對應嘅就係呢個有理數。如果 B 冇最小元素，咁呢個分割對應一個無理數。呢個定義完全以有理數集嘅大小次序定出，唔使借助數軸嘅幾何。我哋講咗數軸上唔同嘅點對應嘅戴德金分割都唔一樣，但咁樣還唔足以使數軸嘅點同所有嘅戴德金分割一一對應。我哋要問，是否每個分割都有一個點同呢個分割對應呢？取一個形式上嘅戴德金分割，如果分割嘅右集合有最小嘅有理數，呢個分割就對應作數軸上呢個最小有理數嘅點。如果右集合冇最小有理數嘅話，直觀上嚟睇，數軸係連續嘅，取右邊集嘅一個點向左移動，使得呢個點維持喺左集合嘅右邊，直到唔可以再移動為止，亦即係話只要再往左移動一下，就會有左集合嘅點喺佢嘅右邊啦。呢個點就應該係呢個戴德金分割嘅對應點。我哋用公理將呢個直角寫落嚟，稱為數軸嘅戴德金完備性公理。咁樣一嚟，全部嘅戴德金分割都同數軸上嘅點一一對應。戴德金公理同實數完備性公理係等價嘅。實數完備性係講任何一個有上界嘅實數子集都有最小嘅上界，任何一個有下界嘅實數子集都有最大嘅下界。跟住落嚟，我哋要考慮實數集嘅結構，點樣用戴德金分割體現出嚟。例如任何兩個數都能比較大小，我哋要對用分割定義出嚟嘅實數定義佢哋嘅大小。我哋可以證明，對於兩個唔同嘅分割，一定有其中一個分割嘅左集合係另一個分割嘅左集合嘅真子集。取兩個實數 R1、R2，定義 R1 小於 R2，如果 R1 嘅左集合係 R2 嘅左集合嘅真子集。呢個定義符合有理數嘅原來次序，亦同幾何直觀符合，亦就係一個點 A 代表嘅數比另一點 B 代表嘅數大。如果點 A 喺點 B 嘅右邊，咁實數嘅加減乘除，亦係用佢哋嘅戴德金分割嘅左集合同右集合嚟定義啦。係啊，加法係比較容易定義，因為實數加法可以同數軸嘅幾何直觀對應。
將兩個數相加，可以定義為將佢哋嘅左集合相加，右集合相加，咁樣得出嘅兩個集合係佢哋嘅和嘅戴德金分割。一個數嘅加法相反數，左集合可以定義為有理數嘅子集，其中每個有理數都小於右集合嘅某個數嘅相反數。咁樣定義係要避免分開討論右集合有冇最小元素嘅兩個情況。乘法嘅定義就比較複雜，要分開唔同情況處理，因為我哋知道喺不等式兩邊乘以同一個負數，會改變不等號嘅方向。首先討論兩個非負實數嘅成績。非負實數就係右集合唔包含負數嘅實數。兩個正實數相乘嘅積，左集合定義為兩個數嘅左集合嘅非負有理數嘅相乘組成嘅集合，與負有理數集合嘅並集。如果其中一個數係零，左集合嘅非負有理數係空集，兩個集合成積嘅集合因此係空集，於是左集合就只有負有理數啦。如果兩個實數中有一個係負數，咁就取佢嘅加法相反數，再將成積取相反數。如果兩個實數都係負數，咁就取兩數嘅加法相反數嘅成積就可以。一個正數嘅倒數嘅左集合，定義為小於佢嘅右集合嘅某個數嘅倒數嘅所有有理數。負數嘅倒數就取佢嘅相反數嘅倒數嘅相反數。零冇倒數定義。至於加法同乘法嘅性質，就係結合律、交換律、分配律。加法單位元、乘法單位元都會從有理數繼承落嚟。我哋可以用以上嘅定義逐一驗證，雖然會有啲麻煩，呢度就唔再展開講啦。睇起嚟好似無比複雜嘅無理數，竟然能夠利用同佢截然相反嘅簡單嘅有理數定義出嚟，呢個戴德金分割方法真係巧妙啦！戴德金分割嘅好處係形式定義可以直接聯繫數軸嘅幾何直觀，令我哋知道呢個定義出嚟嘅實數集合就係我哋已經習慣咗嘅數軸。